咁呢種格局咧會搞亂晒成個氣場，令到氣場唔係咁穩定，影響健康嘅。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楊雅智，福生無量天尊。開始之前咧，想問下大家，你覺得幫自己間屋睇風水最好係喺乜嘢時候睇呢？咁好多人都覺得啦，幾時睇風水都冇乜所謂嘅，反正咧都係使錢請師傅，有咩唔順嘅話咧就請師傅睇下，擺幾個八卦陣就可以化解啦。咁如果你係咁諗嘅話咧，你只係啱咗一半。某程度上，風水師傅的確係可以幫你化解到一啲問題，但係咧都會有限制嘅。咁睇風水最好嘅時機咧，其實咧就係喺你未買樓之前，或者係喺你揀緊樓嘅時候。如果可以請風水師傅啦，借用佢嘅一個專業嘅知識啦，除咗可以幫你避開一啲大空嘅格局之外咧，仲可以揀到一間風水好嘅屋，等你住咗喺之後咧都可以步步高升嘅。咁跟住落嚟啦，我就同大家講下自己揀樓嘅時候要注意邊5大嘅事項啦。第一嘅話咧，就係要避開周圍嘅一啲煞氣。風水上邊嘅煞氣咧，分為5種嘅：形煞啦、微煞啦、星煞啦、光煞啦，同埋氣煞嘅。咁形煞咧就係我哋睇到嘅煞氣啦。咁最常見好似一啲高壓嘅電纜啊，呢一啲你要由你間屋望出去睇下呢一啲煞氣有冇對正大門啊，或者係陽台啊、房間窗啊，都要避開嘅。跟住咧要睇下附近有冇一啲星煞啦。咁最常見嘅就係高速公路旁邊啦，星煞咧會影響情緒啦，長期住喺呢一度咧會令到運氣下降嘅喎。而微煞嘅話咧就係嗅覺上邊嘅一啲煞氣，例如話係垃圾桶啊、賣魚市場啊，或者係大水渠，或者係一啲工廠排出嘅一啲臭味，呢一啲咧都係要避開嘅。咁光煞咧就係任何發光或者係反光嘅物體啦，例如話係對面寫字樓窗口反射過嚟嘅一啲陽光啦。咁氣煞咧就係我哋睇唔到嘅煞氣嚟嘅，例如話玄空飛星裏邊嘅一啲五黃雙星。第二，要注意周圍嘅地氣啦。風水上邊咧，我哋住嘅土質都好重要㗎。好嘅土質咧可以藏風聚氣，唔好嘅土質咧會令到氣場變成煞氣。咁通常咧唔好嘅土質咧喺沼澤地帶嘅一啲爛泥地啦，因為水分太多積聚污水就變成煞氣啦，會導致破財同埋影響健康嘅。咁而且咧爛泥咧亦都會發出一啲臭味啦，形成微煞。咁呢一種泥咧會影響成個區嘅風水嘅，住喺度嘅人咧發展都會慢啲嘅。咁點樣先可以知邊啲地區嘅土質唔係咁好咧？好嘅土質有好多種，咁呢一度咧我就唔詳細講啦，但係可以教大家咧點樣分辨土質差嘅地區啦。咁如果你見到附近所有嘅建築物嘅牆身都係黑色嘅，即係受地區嘅影響啦，咁就要避免買呢一帶嘅一啲屋啦。第三嘅話咧，睇下周圍有冇乜嘢建築物。家居風水咧唔係單單只係周圍環境氣場嘅影響，附近嘅建築物咧都會有影響嘅喎。關鍵咧唔係建築物本身啦，而係佢哋嘅一個用途。如果附近咧有警局啊、法庭啊，或者係政府部門呢一啲建築物嘅話咧，會令到人有壓迫感嘅。你諗下，你幾時先至會去警局或者係法庭啊？多數都係遇到一啲衰嘢嘅時候先至會去噶嘛。所以嗰度咧，周圍嘅氣場咧都係一啲負能量。咁醫院附近嘅屋咧就更加唔適合住啦，因為充滿咗病氣。廟宇啊、公館啊，四周圍咧都係偏陰嘅。而皇宮啊、皇氣亦都係太重啦。監獄啊、屠宰場啊、墳場啊，都會影響住戶。呢啲格局咧，亦都係要避開嘅。咁你實會問啦，距離幾多先至會有影響呢？咁如果500米之內，你喺屋企可以直接望到，就比較唔理想啦。第四嘅話咧，房屋嘅形狀同埋內部嘅格局啦。
屋咧係氣嘅一個容器，如果一個容器凹凸不平，就好難聚氣嘅。有啲好多尖角嘅屋啦，甚至會形成煞氣。最好嘅屋咧係四方形啦，係一個聚氣。圓形、三角形咧或者係缺角嘅屋咧，能免就則免啦。風水學上面咧，每個宮位咧代表一位家庭嘅成員，缺咗邊個角就代表嗰位成員咧對家庭欠缺歸屬感，亦都代表某位成員咧會喺某啲事上面咧係遇到阻礙嘅喎。格局方面咧，多數係內部設計問題，要避開廁所啊、廚房啊同樓梯設喺屋企嘅中心點。咁呢種格局咧會搞亂晒成個氣場，令到氣場唔係咁穩定，影響健康嘅。睇清楚單位嘅平面圖，買之前咧要仔細研究，避開呢一啲問題。咁第五咧，住宅周圍嘅地形啦，屋周圍嘅地形都係好要考慮嘅，因為氣會隨地形去流動。你間屋可唔可以收到好嘅氣場，取決於位置。地形嘅高低會形成生氣或者係煞氣，要避免下陷嘅屋啦。無論係左邊啊、右邊啊、後邊啊，定係前邊下陷，都會對某位家庭成員有唔好嘅影響。喺大空嘅格局嚟嘅，必須亦都要避開。如果你想要確定你間新屋風水好，搬入去越住越旺，就可以根據翻我啱啱講嘅5大重點去篩選啦，或者聯合翻我哋更詳細分析，咁樣你間新屋咧先至風水唔會有太大嘅問題嘅。